Kitty 10萬個點解自然科學 YouTube.com/TilipTimed。 點解天空係藍色嘅？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我哋望住嘅天空係藍色嘅呢？呢個問題聽落好似好簡單，但其實背後有好深嘅科學原理喎。首先，我哋要諗下光嘅性質。光其實係一種能量，而我哋平時見到嘅白光，好似太陽光，其實係由好多種顏色嘅光混合埋一齊嘅。呢啲顏色嘅光波長都有啲唔同，紅光波長比較長，而紫光波長就比較短，藍光嘅波長介乎之間，大概係450至495納米左右。當太陽光射向地球嘅時候，佢會經過地球嘅大氣層，而大氣層唔係真空嘅，而係有好多微粒同氣體分子，好似氮氣、氧氣等。呢啲微粒同分子會同光發生相互作用，一個重要嘅現象就係散射。散射嘅意思就係光喺行進嘅過程中，會因為撞到微粒同分子而改變方向，而唔同波長嘅光，散射嘅強度會有好大嘅差異。波長比較短嘅光，好似藍光同紫光，佢哋比較容易被散射；而波長比較長嘅光，好似紅光，散射嘅強度就相對比較弱。因為藍光嘅波長比較短，所以當太陽光經過大氣層嘅時候，藍光會被大氣層嘅分子散射到四面八。而我哋望住天空嘅時候，就見到好多散射嘅藍光，所以天空就顯得係藍色嘅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天空唔係紫色呢？因為雖然紫光嘅波長更加短，散射嘅強度應該更加強，但係太陽光入面藍光嘅強度比紫光要強好多，所以最終我哋見到嘅天空就係藍色嘅。另外，當太陽升起或者落山嘅時候，我哋會見到天空變成橙色或者紅色。呢個係因為太陽嘅位置比較低，太陽光需要穿過更多嘅大氣層先可以到達我哋嘅眼睛。喺呢個過程中，藍光同紫光會被散射得好徹底，只剩下波長比較長嘅紅光同橙光可以到達我哋嘅眼睛，所以天空就會顯得係橙色或者紅色嘅。總括嚟講，天空係藍色嘅原因，就係因為太陽光經過地球嘅大氣層嘅時候，藍光會被大氣層嘅分子散射到四面八，而我哋望住天空嘅時候，就見到好多散射嘅藍光。呢個現象其實係大自然嘅一個奇妙嘅安排。透過了解呢個原理，我哋可以更加深入咁諗下光嘅性質同埋大氣層嘅作用。下次當你望住藍色嘅天空嘅時候，就可以諗下背後嘅科學原理啦。